因信連潮浪也分開，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為要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全場變倒塌下來。若有先知未老，他放長在心裏接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信他離別唔易，因信全然奉上愛子，憑信還有人全力找住天使，贏到祝福換了名字，憑信他向跟我憑信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仍敬拜上帝，發誓至死不改。在某天他下決心，為要在城外，憑信放聲呼喊，全場變倒塌下來。若有先知未老，他放長在心裏接待，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憑信我們懷着憑據，因信同尋着了應許，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朝更美家鄉走回去。主的愛如同明亮繁星，也像雲時常伴我路程。縱是茫茫驟雨，天空暗淡微明，這份愛意永不會停。主寶貴話語又像明燈，永在旁，常常為我指引。縱是遙遙路遠，他都結伴共行，每步每寸不管遠近。耶穌兩肩可擔當，耶穌說不需驚慌，耶穌的愛處處伴我永護航。重重巨浪亦無懼漂泊，常燃着盼望，發放亮光。隨他去高山都闖，隨他去深海都往，隨他牽引，
哪怕前路灰暗，常記起他告知沙灘一上，族人願背着我，永遠一起面對苦困。主寶貴話語又像明燈，永在旁，常常為我指引。縱是遙遙路遠，他都結伴共行，每步每寸不管遠近。耶穌兩肩可擔當，耶穌說不需驚慌，耶穌的愛處處伴我永護航，重重巨浪仍無懼飄泊，常燃着盼望，發放亮光。隨他去高山高塚，隨他去深海都往，隨他牽引，哪怕前路灰暗，常記起他告知沙灘一上，族人願背着我，永遠一起面對苦困。隨他去高山高塚，隨他去深海都往，隨他牽引，哪怕前路灰暗，常記起他告知沙灘一上，族人願背着我，永遠一起面對苦困。常記起他告知沙灘一上，族人願背着我，永遠一起為我指引。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高興我哋能夠今日一齊去敬拜神，特別紀念耶穌基督救主嘅降生。我哋今日要嚟到點第4支嘅蠟燭，記得3個星期之前，我哋點第1支嘅蠟燭，預備救主嘅降臨。一個係盼望，第2支嘅蠟燭係真愛。上個星期我哋點咗喜樂，耶穌基督嘅降生係俾我哋真正有喜樂。今日咧我哋要點，之後等一陣咧，我就點埋最後嗰一支，就係真光，耶穌基督係世上光。多謝阿 Chris 同阿師母兩位你哋出嚟啦，幫我哋邊位讀經 ，Chris 讀經。讀完之後就師母以賽亞書9章6至7節，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異神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權與平安必加增窮無窮，他必在大衛的寶座上治理他的國，以公平公義使國堅定穩固，從今直到永遠。
萬軍之耶和華的熱心必成就這事。多謝，我哋一齊唱一首嘅詩歌。我哋同心嚟祈禱，真係主耶穌，我哋好感謝你，因為你嘅降生帶嚟俾我哋有永生嘅盼望，俾我哋係經歷神嘅愛，俾我哋能夠有喜樂，俾我哋能夠喺心裏邊
有真正嘅平安。耶穌，我哋感謝你，因為你係世上嘅光，你離開天上嘅榮華，降貴卑微嚟到呢個地上。我哋一齊生活，睇出明白我哋嘅軟弱，喺十字架上為我哋成就寶貝嘅救恩，讓我哋能夠成為神嘅兒女，讓我哋喺地上嘅生活係經歷到神每一天嘅保守同埋看顧。我哋獻上感謝，我哋今日能夠可以面前嚟到敬拜你俾我哋嘅恩典。主啊，我哋要把我哋嘅心歸你，求你悅納我哋敬拜。我哋紀念到弟兄姊妹有唔同嘅需要，有身體軟弱嘅，有喺我哋嘅當中，有在家中，有在療養院嘅。我哋為佢哋每一位禱告，求你嘅醫治嘅大能，你嘅恩手特別嘅看顧、保守、保護與佢哋同在，讓佢哋特別喺呢個聖誕期間更加經歷到你醫治嘅大能喺佢哋身上嚟到彰顯。親愛主耶穌，我哋紀念到弟兄姊妹有唔同嘅需要，或許我哋有各樣嘅重擔喺我哋嘅心，我哋都將呢啲嘅重擔卸過俾你。無論係工作上面嘅重擔、家庭嘅壓力其他嘅事放喺我哋嘅心，但係我哋感謝主耶穌，因為你嚟就係要挪開我哋嘅重擔，賜俾我哋有平安，賜俾我哋喺你嘅裏邊有安息，賜俾我哋喺你嘅裏邊得咗你特別嘅保守看顧，你嘅同在，我哋獻上感謝。主耶穌，我哋求你祝福你嘅教會，讓我哋喺呢個地方能夠繼續為你成為一個燈台，傳揚你自己嘅福音，高舉你嘅名。求你把得救嘅人數嚟到加添喺你嘅教會當中，你特別嘅引導與我哋同在。今日早上我哋特別紀念到從宣道會嘅大家庭出去嘅700多位嘅宣教士，佢哋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傳揚你嘅福音。特別喺呢個聖誕節期間，求主更大大嘅使用佢哋嚟到傳揚你自己嘅福音，建立你嘅教會，使萬民作主嘅門徒。我哋特別想到有一啲嘅宣教士喺一啲創啟嘅地區侍奉嘅，我哋未有嗰度冇自由嘅敬拜，生命亦都唔係好安全嘅地方。但係主啊，求你特別嘅與佢哋同在，保護佢哋，祝福佢哋，使用佢哋。親愛主，我哋今日早上可以嚟到敬拜你，我哋求你嘅聖靈喺我哋嘅心裏邊，好自由嘅運行嚟到作工，嚟到引導我哋進入敬拜，引導我哋進入真理。我哋要將一切嘅榮耀嚟到歸俾主。求你聽我哋嘅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嘅名求，阿門。今日咧，我哋要嚟到迎接救主耶穌嘅降臨。聖誕節呢一個嘅月份咧，係非常之高興嘅一個嘅節日，係因為紀念到耶穌基督救主嘅降生。喺教會嘅傳統裏邊咧，我哋用聖誕12月25號定為耶穌基督出世嘅嗰個日子，所以12月24號啊叫做聖誕前夕啊。但係其實咧就我哋唔知道耶穌邊一日 exactly 邊日出世嘅，只不過喺教會嘅傳統就定咗呢一日咧嚟到紀念耶穌基督救主嘅降生。咁耶穌基督救主降生咧，12月25號之前咧有4個星期咧，我哋就特別嚟到去點啲幾支嘅蠟燭，每一個禮拜點一支嚟到預備我哋嘅心嚟到紀念主。最後嗰一支咧，通常咧係喺教會傳統係聖誕嘅前夕，12月24號嗰晚有聚會點，因為我哋教會就24號就冇聚會啦，所以我哋今日一陣間咧，我哋都會點埋
嗰一支嘅白色嘅蠟燭。咁啊，聖誕節咧，我哋咧就唱好多聖誕歌㗎，係咪？咁我哋聽下先。開大聲啲。Noel, the angel did say, was to certain poor shepherds in fields as they lay, in fields as they lay, keeping their sheep on a cold winter's night that was so deep. No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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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n is the King of Israel. 唱得好聽啊！我哋都記得呢個 video 㗎，所以我保留佢好珍貴。好啦，佢唱完到我哋唱咯喎，我哋大家都一齊唱，好唔好啊？天使祝福聖誕佳日，先向天野歡呼牧人，牧人正在看守羊群，艷福獨能長夜已深，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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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君王今日臨塵，牧人抬頭見一明星，遠在東方燦爛光明，發出奇光，照耀塵寰，不分晝夜，光彩無間，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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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君王今日臨塵，博士三日人見聖國，遠道而來離別家鄉，專心一意尋找君王，追隨警聲不問路長，歡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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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世君王今日臨塵。我哋都唱得幾好啊，都可以媲美阿 Elliot 咗。感謝主啊！聖誕節咧，我哋常常都睇到呢一個聖誕嘅圖畫，係咪？講到耶穌出世啦，喺個馬棚嗰度，咁啊就牧羊人咧嚟到朝見耶穌啦。講到三博士咧又嚟見耶穌啦，係咪？咁啊，但係咧，其實咧呢幅圖畫咧就唔係好準確。但係因為為咗方便咧，咁啊大家都擺晒啲嘢落去，咁啊記得紀念聖誕節。其實如果根據聖經嘅記載咧，嗰啲嘅牧羊人咧就冇同呢個啲幾個博士咧碰面嘅。咁啊點解咧？聖經係咁樣記載嘅。你留意到路加福音第2章講到，天使話俾佢聽，你哋看見一個嬰孩包着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啦。咁佢哋快快脆咗去啦，就尋見瑪利亞同埋約瑟，又看見一個嬰孩臥在邊度啊？馬槽裏。嗰個馬槽係咩意思啊？係馬食草嗰個草兜啊，嗰個碗啊。咁
佢哋就鋪塊布，然之後個 baby 咧就放喺嗰度。佢喺個馬棚嗰裏邊，喂聖經裏邊都有特別嘅祈禱，都唔係一個馬棚，好似唔知山邊咁樣啲遮住咁樣。咁咧就天使就報喜訊，話俾啲牧羊人知，哇！真係有咁嘅事，咁你快啲去睇啊！真係睇到啦，咁啊好開心，將嗰件事咧就傳開。咁但係咧馬太福音咧就話俾我聽，喺東方咧有幾個博士啊，佢見一個星就忽然間嚟咯喎，跟住佢一路去到細蚊仔嘅地方，就上頭停住啦。佢哋看見那星就大大嘅歡喜，進了乜嘢啊？房子，睇見小孩子同個母親瑪利亞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開寶盒，帶黃金、乳香、沒藥為禮物嚟獻給他。所以原來佢哋進入一個房子喎。所以嗰個時間咧，到呢個幾個博士咧去嘅時候咧，佢亦都已經唔再喺個馬棚嗰度啦，比較簡陋啦，都可能有個地方住啦。咁啊，佢哋去咯喎。所以佢哋兩個咧，兩批人咧未必有機會碰面嘅。咁啊，我哋成日咧喺聖經裏邊，我哋成日咧喺呢個聖誕節慶祝咧講三博士啊。但係聖經咧又冇話都係三個博士喎。聖經只係話一班博士喎，究竟係兩個定4個、5個、6個唔知喎。咁啊，點解個三喺邊度嚟咧？係因為黃金、乳香、沒藥啊嘛。咁佢拎黃金啦、乳香、沒藥，咁啊，梗係三博士啦，咪三博士咧咁。咁啊，但係其實咧就唔係嘅嚇，就唔知幾多個。咁啊，通常喺教會嘅聖誕咧，我哋都有呢個聖誕節嘅慶祝，係咪？嗱，咁你睇下認唔認得我哋仲恩堂兒童部呢3個博士係邊個嚟嘅？佢認唔認得？認唔認得 Elliot 係咪？阿 Joseph 啊，係咪最高？唔係佢，唔係啊，唔係嘛？咁啊，Elliot 有冇份？冇 Adam 喺咩度 ？Adam 喺咩度？啊，唔係係唔得係點啊？你哋應該識佢嘅喎，你唔能夠唔識佢嘅喎嚇，你唔能夠唔識佢。你估唔估到下邊個認唔認得？冇人認得，冇人認得。咁我俾個提示你，嚇。咁你認唔認得邊個係我？呢個我個紅色嗰個你認得啦。咁究竟係邊個係咧？咁你認唔認得？你認唔認得？係邊個啊？嗱，咁如果你哋向呢邊望咧，最右手邊嗰個咧就係我啦。冇幾耐咋，琴日先影嘅啫。呢張相對我嚟講非常之珍貴。當我咧都係好細個嘅時候，烏下都唔知係乜嘢咧。咁嗰啲先生咧，嗰啲姐姐老師就嚟，咁啊同我變化面貌，哇一大輪，咁啊着好衫出嚟影張相。我估呢張相係我阿爸影，我阿爸影。咁影完之後咧，又翻去咁又等，喂，你快啲嚟啦，同你落妝啦，整好晒，咁啊影咁啊就係非常之有意思嘅一張相啊。咁啊感謝主啦嚇。我哋唱聖誕歌，我哋嚟到迎接耶穌基督嘅降生，係咪？有好多聖誕歌，係咪？邊首係你最記得唱嘅咧？就係平安夜啦 ，Silent Night， 係咪？平安夜。咁呢首歌咧，其實就係一個好簡單嘅一個調，但係咧呢首歌咧係好受歡迎嘅。呢首歌咧，真係好多人都唱嘅，聖誕節好多人都唱嘅。其實呢首歌嘅原出處咧係喺歐洲嘅奧地利嘅地方，係一個嘅係用呢個唔係用中文寫嘅，唔係用英文寫嘅，係用德文寫嘅。呢個係德文點讀啊 ？Silent Night, Heilige Nacht。OK，嗱咁大家讀下去聽下。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啊，知唔知道啊？嗱，咁啊，再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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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再嚟啊，預備啊，啊，咁啊記得啦啊。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 Stille Nacht, heilige Nacht。咁啊，一陣間我哋要唱嘅喎。咁啊，呢一首歌咧，其實係喺1816年，係一個好後生嘅神父啊、牧師啊，佢叫做 Joseph Moore。佢當時咧係喺奧地利嘅地方係牧養一個好細嘅教會，係聖誕節嗰個嘅晚上，1818年，佢就住喺嗰個地方。咁佢嗰晚聖誕節啊，佢就寫一啲歌詞，寫咗6節。咁佢就揾個詩班嘅指揮，走去揾佢，喂，我填咗係呢六節，你可唔可以幫我配音啊？咁佢話配音，如果我冇記錯咧，好似嗰晚個教會個風琴咧就壞咗，咁佢壞咗，咁你咁點咧？咁佢咧就用吉他啦，又用吉他。原來第一次唱平安夜嘅嗰首詩嘅時候咧，唔係用鋼琴，唔係用乜嘢嘅，係用咧吉他嚟到去伴奏嘅。咁我哋就喺呢一個嘅教會，第一次咧嚟到唱呢一首嘅聖誕嘅詩歌。咁呢個咧係好有意思。你發覺到呢一首嘅詩歌咧，從嗰陣時開始翻譯咗成為300個唔同嘅語言，喺有220幾個唔同嘅版本，一齊嚟到唱，係非常之普遍。咁啊，你見到嗰啲吉他嗰啲咧，都係喺一個嘅博物館裏邊咧，佢哋嚟到紀念嘅。一首好簡單嘅聖誕詩歌，但係好觸動人嘅心，改變人嘅心，甚至喺戰亂嘅當中，都將和平帶到嗰個地方。喺第一次嘅世界大戰嘅時候，嗰陣時係1914年聖誕節嘅前夜，即係10月24號嗰個晚上，當嗰啲一邊咧係德軍，一邊咧就係英軍，咁啊佢哋喺度打仗嗰陣時喺Belgium 嘅地方，咁德軍又喺度佈置喺個戰槽度佈置喎，咁然之後咧佢哋就用德文嚟到唱平安夜、聖善夜 ，Silent Night Holy Night，Still Night，I declare 咁啊唱咯。咁啊，英國嘅軍隊咧，佢哋又用英文嚟到回應 Silent Night Holy Night，唱下唱下咧，咁佢哋就唔打仗咯喎，停戰咯喎，咁啲子彈就冇得飛咯喎。你知道喺兩邊嘅戰壕嘅當中，喺中間咧有一個叫做 No Man Land， 冇人敢行嗰度，一去親嗰度就係一槍就打死㗎啦。咁啊，竟然間咧喺嗰一天嘅晚上咧，佢哋就大家停戰，揾咗一支槍，大家都走到去嗰個 No Man Land 中間嘅地方，嗱，大家握手，大家交換禮物，交換聖誕禮物。仲更加樣就係喺當時打死咗嗰啲嘅兵，係喺嗰個 No Man Land 嗰度唔敢嚟到收拾嗰個遺體，因為你去收拾佢，開槍就打你啦。咁啊，大家都收拾大家同志同學兵啊，翻去有一個比較安靜嘅安葬嘅地方。喺嗰一日，佢哋就停戰。根據當時有啲嘅兵嘅記載咧，呢一個嘅停戰咧，唔係淨係10月24號，而係一直到差唔多
新年都唔打仗。咁啊，呢個咧就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另外有一個記載就係講到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差唔多都，如果大家知道歷史都差唔多打完㗎啦。咁咧就喺1944年嘅12月24號，佢話喺比利時啦 ，Belgium 嘅地方，咁啊對方有兩個對陣咧，係咪？忽然間你就聽到喺德國嗰邊嗰啲德軍，佢又開始用呢個嘅德文嚟到唱平安夜聖善夜。咁然之後忽然間咧，呢邊嘅美軍又回應用英文嚟到唱 Silent Night Holy Night。咁啊持續咗有5分鐘至10分鐘嘅時間，係大家喺度唱歌回應，係冇子彈飛嚟飛去。10分鐘之後，啲子彈又砰砰砰砰砰砰又再飛嚟飛去。呢個人，呢個兵，佢記得呢一件事。原來呢個嘅平安夜呢一首嘅詩歌係帶嚟俾地上有和平。無論幾分鐘都好，短短嘅時間都好，都有神嘅嗰一個嘅恩。我哋今日學唱下用德文唱好唔好？ Fröhliche Weihnachten. Merry Christmas. Hyvää joulua. Glädelig jul. Feliz Navidad. Merry Christmas. Joyeux Noël.我哋唱咯喎，用德文唱好唔好啊？得啦，我哋試下用我哋中文唱啦。
聖誕節係一段時間，一個好嘅節日，我哋大家聚埋一齊，去特別紀念耶穌基督，我哋救主嘅降生。佢嘅降生帶嚟俾我哋有盼望，俾我哋經歷到神嘅愛，俾我哋能夠真正得着有救恩嘅喜樂，俾我哋有和平，俾我哋喺主裏邊有平安。耶穌基督係世上嘅光，佢帶嚟俾我哋有真光。然而神嘅耶穌基督降生嘅愛，就俾我哋感受到神嗰個喺我哋當中嘅恩典。咁啊，我哋要嚟到點第5支嘅蠟燭啦。咁我想請阿 Michael 同埋 Matilda 嚟幫我哋讀經同埋點呢個蠟燭。路加福音第2章1至3節。當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有議旨下，叫天下人民都報名上冊。這是居里紐作敘利亞巡撫的時候，頭一次行報名上冊的事。眾人各歸各城報名上冊。約瑟也從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猶太去，到了大衛的城，名叫伯利恆，因他本是大衛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瑪利亞一同報名上冊。那時瑪利亞的身孕已經重了。他們在那裏的時候，瑪利亞的產期到了，就生了頭胎的兒子，用布包起來，放在馬槽裏，因為客店裏沒有地方。約翰福音第1章1至4節。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這道太初與神同在，萬物是藉着他做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着他做的。生命在他裏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做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約翰福音第1章第12節。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神的兒女。13至14節。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不是從情慾生的，也不是從人意生的，乃是從神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好，而家又點？多謝，所以今日我哋5支蠟燭都點晒啦，紀念到神嗰一個嘅恩典。
好難得可以喺一個摩裏邊咧嚟到唱聖誕詩歌，高舉耶穌基督嘅名，係咪？頭先我聽大家又睇住佢哋都想唱，咁而家到我哋都唱啊，好唔好啊？我哋都嚟唱一首聖誕詩歌。天使降星出，永愛與真光，地上平安人望新人可在上塵，讓大天光，迎接夢中人。落雨天使天光，祈禱他與百里行。落雨天使天光，祈禱他與百里行。祈禱敬拜，祈禱光景相光。在重重天空，心悲舉流光，這個世天空海，都是若光燦燦，當夜世人發起，耶穌是萬愛的。降於世人對他的，耶穌是萬愛的。迎天光和天光，歡迎輝光天光。帶來生命見光，希死會生意創上，希榮華力量，放心得釋放，放心人得高升，放膽先能放心。放心人得高升，放心人得重生。真係好有意思，係啊，Maria 都一齊指揮一齊唱，呢個真係好難得，係咪？所以聖誕節嚟唱聖誕歌係非常之高興嘅。
我哋同心嚟祈禱。親愛主耶穌，感謝你，你係萬王之王，萬主之主，配受一切嘅稱頌讚美嘅神。我哋高舉你，我哋要俯伏你，要敬拜你，因為你愛我哋，你離開天上嘅榮華嚟到呢個地上，我哋一齊生活，體恤明白我哋嘅軟弱，又為我哋嘅緣故釘身在十字架上，擔當我哋嘅罪，賜俾我哋永生嘅盼望、救恩嘅喜樂、天上嘅平安，俾我哋呢個福氣能夠成為神嘅兒女，我哋獻上感恩。主啊，幫助我哋，讓我哋識得你喺呢個聖誕嘅佳節裏邊，特別將我哋嘅心歸俾你，幫助我哋當中要認識主嘅朋友，要嚟到願意有喜樂嘅心，信靠接受耶穌係佢哋個人救主。你幫助我哋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係神嘅兒女，我哋存一個感恩喜樂嘅心嚟到紀念耶穌基督救主嘅降生。主啊，你個愛激勵我哋，叫我哋嘅生命更加能夠被你所使用，榮耀你嘅名。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感恩奉耶穌基督嘅名。好，我哋歡迎大家嚟到參加我哋今日早上嘅崇拜。我哋特別歡迎阿何先生、何太，你兩位喺呢鑊住啊，第一次嚟參加我哋嘅崇拜，非常好，歡迎你。我哋有個新嚟嘅留名表，你方便填低你個名啊、地址、電話，我哋同你有更多嘅聯絡。歡迎你喺我哋嘅當中啊。我哋呢個禮拜四咧就係10月25號啦，聖誕節啦，紀念耶穌嘅降生嚇。咁我喺呢度特別咧要恭祝大家聖誕快樂，願神咧係祝福大家有一個好有意義嘅聖誕節。我哋陣間散咗會之後，大家可以留步，有少少茶點分享嚟交通，彼此能夠一同數算神嗰一個嘅恩典啊。聖誕節期間咧，祈禱會就放假2個星期啦。OK， 到出年嘅1月9號咧，我哋就會開始再有祈禱會。太極班都係放假3個禮拜，琴日都開始放啦。咁啊，到1月10號咧先至開始上課，就喺呢度上堂嘅9點半鐘。請大家留意啦，歡迎大家嚟參加啦。感謝主，我哋今年所定嘅5萬蚊嘅目標係嗰個宣教基金嘅目標，我哋11月咧都仲係未能夠達到，10月頭都未達到，但係我最後呢個禮拜5收到會計俾我最新嘅數字咧，我哋已經達到啦，而且超過所以感謝主。我特別好多謝弟兄姊妹你哋嘅禱告同埋支持，我哋所有每一分嘅錢咧，都係送出去宣教工場、宣教士所使用嘅，所以我哋知道主嘅恩典係豐盛。我知道仲有2個禮拜，我哋會陸續仲會有收一啲嘅我哋超過呢個數字咧，我哋要感謝神嘅恩典好多謝大家。大家你支持教會神嘅工作咧，你有3個方法，你可以寄個 check 翻嚟，我哋喺信都有陣時收到嘅。你就寄嚟教會啦，或者你等喺後邊個奉獻箱，喺奉獻箱咁我哋都可以收到。或者如果你而家用新嘅方法用 Zelle 咧，你記得 offering@ggac-cma.org， 記得寫明你嗰個嘅支票咧係俾Grace of God Alliance Church， 咁呢個係好緊要㗎。同埋咧，記得大家喺你嗰個嘅奉獻嘅封裏邊或者註明咧係
常費啊，或者係宣教。如果你冇寫明咧，我哋就全部要撥入去常費嘅，所以請大家特別留意到呢一方面啊。好，今年嘅聖誕節嘅禮物送俾大家咧，係2026年嗰個嘅日曆。如果大家未曾攞到咧，記得散會喺後邊咧，記得攞呢一個嘅年曆啊。好啦，咁啊，我哋一同起立嚟到唱三一頌。讚美真神萬福之間，地上生靈當讚主人，天上萬軍中讚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你一同站立，領受神賜俾我哋嘅祝福。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神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求，阿們。請坐，我哋默禱之後結束我哋今日嘅聚會。